8月15係傳統嘅中秋節，呢個係民間一直都譽為最有人情味、最詩情畫意嘅節日。有講每逢佳節倍思親，中秋節呢份思念當然會更加深切，尤其是一輪明月高高掛嘅時刻，呢一日嘅月亮最圓最亮，所以呢一日亦都被視為撮合姻緣嘅大好日子。啲人亦都將月圓睇作係團圓嘅象徵，因此中秋節亦都稱團圓節。中秋節嘅起源可以追溯到周朝，當時就有春祭日、秋祭月嘅習俗。帝王們會喺秋天到月壇祭月，呢個同後來嘅中秋祭月習俗密切相關。古文中提到天子春朝日，秋夕月，可見呢一日嘅意義悠久而深遠。喺呢個特別嘅日子，讓我哋一齊賞月團圓，感受呢份傳統文化嘅魅力。今集同主持分享到呢一度，鍾意我哋導遊心學嘅節目，結良緣立福點讚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下一條片再見，拜拜。